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 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噶啦。多謝晒！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正式開始之前，想提醒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啊！平時我會喺度分享每日嘅塔羅感想同心得噶。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我哋之前已經一齊睇咗大牌 Major Arcana 愚人嘅旅程，亦都開始咗細牌 Minor Arcana 嘅世界，一張一張咁睇。我哋由權杖入面嘅數字牌開始，今集就輪到權杖嘅6號 Six of Wands 啦。呢張牌好多時都同勝利、成功、被肯定有關噶。好，今集我哋就嚟深入探討下呢張牌究竟代表住啲咩信息呢？喺呢張牌度，你睇到啲咩呢？喺權杖6呢張牌度，你會見到一個人騎住隻白馬，行喺隊伍嘅前面，手上揸住掛有月桂花圈嘅權杖，四周圍有人跟隨同注視。成張牌嘅信息好清晰噶，好似你嘅努力而家俾人睇到，你喺度享受緊一個公開嘅成功時刻。騎馬嗰個人象徵住你喺某件事上面脫穎而出，被認同、被看見。白馬喺度代表住真誠、實力同埋推動你前進嘅力量，即係你嘅成功係紮實做返嚟，而唔係靠假象。月桂花圈係傳統嘅勝利象徵，你值得呢個榮耀㗎。四周嘅人都帶住權杖，代表住大家都有能量。但係喺呢個 moment， 個 spotlight 就係落咗你度。成張牌散發住一句話：你做得到㗎，你而家嘅你比以前更強啊！權杖6一般係代表住勝利、成功、被看見，你嘅努力開始有正面嘅結果，就好似上司讚賞、項目順利、考試面試有好消息，或者喺關係入面獲得肯定，同自己更有自信。一句講晒，辛苦咗咁耐，而家係時候承認自己做得好。但同時呢張牌亦提醒你，成功只係一個階段，要記住諗埋下一步點走啊！好。跟住呢，等我俾個簡單嘅例子大家啦。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權杖嘅6號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㗎。如果權杖嘅6號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你之前可能曾經得到成功、被肯定或者達成一個重要嘅里程碑。呢份勝利建立咗你嘅自信同埋向前嘅動力啊！如果權杖6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你而家可能係一個被認可、表現突出、事情進展順利嘅時期，努力開始見到成果，周圍嘅人都注意到你嘅實力啊！如果權杖6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未來將會迎來成功、突破或者令人讚賞嘅結果，你將會勝出、脫穎而出，仲會獲得實質嘅肯定啊！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到呢一張權杖嘅6號牌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，希望你哋鍾意啦。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